有关台中教育大学的历史啊，应该成立在1899年啊，在117年当中，事实上，台中教育大学，见证了，中部地区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台中师范学校在设校的时候是在彰化的孔庙，等于是借原来的场地，所以那时候并没有做新建校舍这些情形。那就是而且学生主要第一个学生也不多哈，学生大概就是之前可能清朝时代的举人或秀才来担任学生，到1923年才开始复校。那复校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在现在的台中市这个地方。就道元兵太郎来讲，他就是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的一位高材生，是非常优秀的精英啊。他的指导老师长谷川景介啊，那一位老师他是他的教授啊。他来台湾，他就跟着他来台湾，可能没有什么名称给他安插，那要让他有薪水嘛，所以大概是安插到台中师范学校当校长，可能是这样子。对，因为道元兵太郎的情形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都是在开铁路，因为当初日本刚来的时候，大概有前10年的时间，其实台湾是相对是动乱的，而且那时候其实陆上交通并不便利，所以他们当初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铁路，那从基隆到高雄，那所以他后来在1908年通车典礼选在台中市，就是这里啊，就是在台中公园办典礼。那这个选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觉得跟道元兵太郎有点连结，因为台中市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是跟纵贯铁路的发展是非常有关系。原本是要任命木下邦昌到台中师范学校担任校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在设校的前1-2个月，大概在1899年的10月的时候，那个人令下来是道元兵太郎担任校长，那木下邦昌是担任事务取悉，那这个职位相当于代理校长的意思。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他出了事，所以不马上给他当的，他有公文的疏失啊，可能是这样，不马上给他当。道元兵太郎那时候的角色，即使他是校长，但是他基本上并不在学校。所以所有的校长的职务其实都是木下邦昌在执行。1900年5月才变成正式任命木下邦昌是校长，也就是说他大概做了半年的代理校长，但是实际上还是他在执行整个校务。木下邦昌他有著作过2本书，一本是《教授术》，一本是《小学教学心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开始有一些从欧洲过来的引进的一些教育制度，在日本实行。那当然，他到台湾来以后，也在台湾实行这个教育。那这2本书呢，续写了他的教学的整个过程，主要是主张叫做单级教授术，就单级教授法。那单级教授法是由德国的那一边引进到日本去，然后由日本呢做了一些实验。那第一个实验的老师呢，就是木下邦昌。当他被派到台湾来的时候呢，他也会用世界最先进的单级教授法来呈现给学生。小学教室都有一台风琴，有黑板。那学校是有操场。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基础教育的，包括小学，其实是不一定有这些设备的。那台湾当中因为受现代教育制度的引进，所以有这些样的设施。那我想，基本上就是台中师范学校就是培养我们现在的说的国小的那种基础教育的那个师资这样。台中教育大学是教育文化这2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的学校是充满了台中的人文历史。
所以呢，它是见证台湾100多年的历史。这个是台中教育大学的文化，就代表台中学的文化。